今仔早起7点半，伫咧花莲发生的这个地震，已经是今年第9届规模伫咧6到7个地震。专家是分析讲，因为花莲403大地震了后，影响到板块活动，所以伫今年一定会甲进前921的时阵同款，大大小小地震拢变较侪。车驶伫咧第74线太平往雾峰的方向，抓拄着地震，岸边啊车道即台大货柜车摇甲袂停。 伫早起7点35分，真侪民众拢有收到国家级的警报。这边地震震央伫花莲县政府东南边34.2公里的所在，规模6.3，地震深度只个那9.7公里。气象署研判甲10个尾暗的宜兰地震震央2甲73公里，并无关系。初步看起来，也毋是0403地震的地震尾。 位置相当靠近那个我们0403今年0403的那个震央余震的分布区，但是因为那个0403那个整个余震的那个能量，我们初步判断是那个释放的已经有一个阶段了。这个地震呢，我们暂时不把它归属为说是0403的地震，而是一个独立的事件。这边规模6.3的地震，全台湾拢有感受到。 伫第一时间，台北这群也慢速伫咧驶，所有铁轨路拢损过了，才恢复正常。地震预报中心统计，今年以来规模5到6个地震有85件，规模6到7有9件。伊若规模大过7个，目前只敢若1件，就是0403花莲的7.2地震。前地震预报中心主任郭凯文表示，今年地震确实有较侪，加起来总共有47粒原子弹所放出来能量。 今年的那个地震的确是有比较多的那个趋势，因为现在才8月嘛，那这个有可能会打破2022的那个记录。今年的地震跟0403的主震是有关联的啊。那如果它是发生在同一个断层面上来讲，那就是它的余震；那如果不是，那就是它影响的造成的一个地震。基本上它是有关系的，因为它的位置非常相近。地质专家陈文山分析。 强烈地震了后，引起一寡系列的地震尾，所以地震的总数原本就会比较多。伊也认为16早起花莲这边规模6.3的地震，虽然气象署伫第一时间讲甲0403震央无同，但是真晚，所以无排除若是震央经过修正了，有可能被归类是0403花莲的地震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